大家好，我係阿 Fina，又係時候同大家回顧下過去一星期嘅黃金市場動向啦。上個星期嘅黃金價格一度突破2956.15美元呢個歷史新高啊！截至3月4號，現貨黃金報287.53美元，雖然有小幅回調，但係整體仍然係顯示出有強勁嘅上升趨勢。而以下幾點因素都會影響未來黃金嘅走勢㗎。根據報道，全球央行喺2024年12月購買咗108噸黃金，創下近年新高。而呢個趨勢喺2025年仍然持續，反映出對黃金嘅強大需求。高盛甚至預測2025年底嘅黃金價格可能會突破3100蚊美元添啊！隨住地緣政治風險同經濟不確定性嘅增加，黃金就成為咗資本嘅避風港。好多分析師都認為，黃金嘅價格喺未來幾個月仍然有上漲嘅潛力，特別係喺聯準會貨幣政策不明朗嘅情況下。而摩根大通更加預測喺2025年第4季嘅金價將會接近每盎司3000美元，為投資者打咗支強心針啊！隨住美元走弱，黃金嘅避險需求亦都隨之上升。根據報道，美元喺上星期一度跌至107.24，咁樣對黃金嘅價格形成咗支撐。因為投資者對未來嘅經濟走向感到不安，就會轉晒去黃金呢個避風港啦。前排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彈一彈，即刻對黃金造成壓力。不過上星期收益率回落咗啲，對金價稍作支持。美國3個月期同10年期嘅國債利差喺上星期亦都出現咗自12月中旬以嚟嘅首次倒掛。呢個現象通常都會被視為喺短期內會出現衰退嘅跡象，反映咗市場對經濟前景嘅擔憂。呢個時候黃金又做咗好好嘅避險工具啦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喺北京表態話，如果美國係都要打貿易戰，咩戰都好啦，中方都會奉陪到底啊！別有所圖，執意打關稅戰、貿易戰或者別的什麼戰，中方將奉陪到底。亦都宣布咗一系列嘅關稅反制措施添。第一就係對美國部分商品增加10至15% 嘅關稅，而呢項措施喺3月10號即將生效㗎啦。仲有人民幣貶值，刺激國內經濟，開拓新市場同埋加強科技發展等等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加多中美貿易戰嘅資訊，記住留意我哋下條片會詳細分析。最後，黃金嘅價格同呢排嘅天氣一樣啊，升升跌跌又升升，所以大家記住小心身體同埋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啊！我哋下次再見。